你们胆怯了吗？刚刚的霸气在哪里？妈的！一起玩好不好？学长姐们，带一下。来蹲下。来蹲下，后面的蹲下，谢谢。你已经在我的绝对领域里面了。你妈的 fuck 要蹲下，谢谢。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血肉的迎新晚会。各位新朋友玩得开不开心？我们迎新晚会都有一个口号，你们要蹲下，然后。蹲下，然后，对，最后一次，你们要蹲下，然后，那我们就来杀番现场，谢谢。你们要杀番现场 ，OK？ 你们要，耶，对，各位学长、学姐、学弟、学妹。你们准备好要杀番现场？你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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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跳。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3, 2, 1, go! 感谢人龙，感谢人龙，感谢
我的名叫做快吧，干枪！感谢老人的，感谢大家，感谢老雷，谢谢。我们下礼拜二线上见，谢谢。